覺得我哋玩聚清酒要贏就點樣贏啊？我覺得咧唔係淨係 sake 嘅，同埋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關係，當係一個緣分咯，一個善緣嘅，唔係一定係淨係 sell 我 sell 你呢支酒 sell 呢支酒，一個 bonding 啊，大家聯繫住，可能食飯啊，傾下偈啊，嗱，好似今日咧，即係俾你睇啊，有客咧無端端今日心情好煩，想買酒，發生咗什麼事啊？7月份一開波輸咗2球，又輸咗200萬股票啊！今日即係大家係一個朋友形式，多啲溝通，多啲知道佢想要啲乜嘢，而咁樣啦，就係我哋灣聚精神。咁如果依刻你想介紹一支適合一啲都唔開心乜嘢清酒係啱I show you。咁嘅關係咧，人雖然呢兩樣嘢 ，one is hug and the other is a kiss，所以我推薦 Kiss of Fire。